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根据环球化10月31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东区虽然是台南知名的文教区，不过伫发展观光所需要高阶加美食顶面，比其他区域起来相对较少。所以东区议员候选人蔡小薇上午对外公布伊的政见，就希望打造户外雕塑公园加自行车休闲步道，来大大提升东区的文化艺术以及休闲观光。东区是台南知名的文教区，相对其他地区的观光发展，东区伫这面上就较无特色。东区的议员候选人蔡小薇为了让东区会使有更较丰富的观光资源，特别规划了2大政策，以东区中心路为中心，打造户外的雕塑公园，甲脚踏车的休闲步道，希望让市民甲游客有更较侪休闲甲观光的选择。会中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甲其他的议员候选人嘛出席相听。因将会透过政策的串联，让大台南更较进步。希望呢，在东区呢可以建立起第一条我们的5星级休闲路网。主要是因为东区已经是文教特色了，但是要如何让东区更增加我们的国内外观光的类别及人数？那第二呢，也是希望可以带动我们整条我们东区的艺文再升级。所以小薇提出，希望可以在我们未来重新路台糖的南侧保育林地来增设我们第一座的户外雕塑公园。那结合未来我们赖清德院长和李梦燕代理事长也来做政策性的一个宣导，未来要在我们的台糖林地这边来建设我们科学科技的一个体验未来馆。那小薇也希望在这个侧边有一个腹地，可以来增设我们的户外雕塑公园，让我们东区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艺文的特区，让我们的东区更加升级。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叫好猫，母鸡小鸡反正早上会叫的就是好鸡，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大家是打团体战，民进党的最强项就是团结，所以我们打团体战，大家互相辉映，我觉得是有1+1+1+1大于4的效果。其中，脚踏车的休闲步道将会串联其他区的知名景点，未来配合铁路地下化完成后的绿色廊道，将会使成为台南自行车路网的中心。相信嘛会使予全台湾的民众一个全新的观光体验。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伫黄氏修订少年人以绝食来推广，并且唤醒大家核能甲再生能源并用，才是真正能源转型的国际趋势，也是现在所讲的以核养绿的概念。已经过年拍拼嘛好干，成为今年公投第16案。为了让南部民众拢知影这个公投的重要性，上议员王家珍甲蔡友辉特别邀请发起人南下。希望透过民主办的方式宣扬这项公投议题。什么是以核养绿？相信侪个民众拢无了解。不过，该案伫一群青年朋友的努力之下，总算拼入今年第16个公投案。该案发起人黄世修表示，因为当初立法院审电业法的时阵，将非核家园列入其中的一项条文。黄世修认为，以核养绿绝对不是用核甲反核的对立，而是要寻求上好、上稳定的电力来源。希望透过民主公投，由全民来做决定。这是我们第一次有这个机会，真正从下而上的公民的力量，来决定一个国家的政策、一个国家的法律，我们到底要不要这条法律？我们要不要2025非核家园这条法律？可是电业法100多条就这样糊里糊涂的通过了。1年多以来，台湾的能源的状况没有变得更好，只变得更糟。火力发电越来越多，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再生能源原本应该要是环保的手段，却反过来大规模的开发，破坏了生态，破坏了我们的埤塘、藻礁、农田、渔场、湿地。当我们的环境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的立法委员们，民进党那些支持
电业法修法的立法委员们，他们连自己在修什么法都不知道。所以，当代议政治失灵的时候，就是直接民主、公民投票上场的时候了。国民党籍议员王家珍甲蔡玉辉嘛表示，当初提供该案作为联署点，现在进入公投，希望有更侪人出来投公投票。为了宣扬以和养绿的理念，该案发起人黄世修等人嘛将伫南部举办民主办桌，用简单的餐会聚集民众来听因的理念。而南部头一场嘛将伫即个礼拜六对高雄出发，而台南的场处目前搁伫咧协商当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台对104年开始动工的室内游泳池甲运动场馆，30号上午正式举办启用典礼。这个德公联运动中心带提供新台师生上届优质的运动体验，同时馆内嘛使用发电器材甲电子票券，让师生伫运动的同时，可以当发电、顾环保。现在带大家做回来看卖。这栋全新的运动中心对104年开始动工后，新台师生拢非常期待伊的完工。31号上午嘛正式来启动试营运。整个体育馆分做4楼，除了健身房甲球场以外，嘛有室内的温水游泳池。新台校长苏慧珍嘛亲自出席启动典礼。校长嘛特别感谢侪校友的赞助，并希望学生除了读册以外，嘛爱培养健康的身体。其中的很多的设备是成功大学包括工学院、医学院联合投入的研发成果。之后，所有同学、师生、校外的同事在这里使用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绿能的这个贡献。那也是成功大学宣示我们价值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段。整个运动中心除了全新的设施以外，上特别的就是这会使发电的运动器材。透过运动产生的电来节省中心的用电。另外，馆内嘛使用电子票券，减少纸张的浪费，达到绿能环保的目标。我们所有的绿能设备都是使用者只要一踩动，像刚刚这样子踩动或者是跑步的话，它就可以产生绿色能源，然后回馈到市电，降低我们的能量。那为了以后的无纸化跟一个整个区块链的管理，我们未来的一个比方说它的绿色能源，它帮我们学校节省了多少电，然后或者是我们所有的票券，我们即将会采用云端的无纸化。那中间也包括我们很多 FinTech 中心的一个专利市场的专利，能够帮我们设计比较好的学校里头所谓的一个票券的一个流通，然后让我们学生在使用上能够更方便、更环保、更经济。成功大学目前有2万名的学生，不管是教学还是休闲运动，体育场的需求拢非常大。相信伫咧运动中心启用过后，就会使改善运动空间无够的状况。同时，校方表示，现在运动中心并无对外开放，因为希望伫试营运期间调整出上好的营运方式。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提升学生实作能力，鼓励学生发挥创意，中央路中时常利用节庆来进行主题式教学。以去年万圣节为例，参与学生就配合农粮署的美食计划，用米取代米粉做成爽饼，引起真大回响。今年因受百货业者邀请，所设计出应景的万圣节点心，同款引人注目。
万圣节之后，全台各地拢有举办相关的变装活动。台南大运动百货今年特别将卖场打扮成万圣节的模样来应景，同时邀请中营女中餐饮科学生为活动设计真侪造型古锥的几啊厝甲点心，不止让学生发挥创意，嘛让因提前认识市场的潮流。做成50元大小的圆形，然后另外一个再拿另外一个做成稍微长的圆形的。不用太大，再小一点点没关系。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对我们业界有相当重要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在做林场的一些实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的去熟悉，然后去感受那个感觉。然后呢，也可以同时活用我们在学校所制作的一些相关的类型的一些材料，或是一些我们相关学习得到的技能，然后再去做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些作品。不止餐饮科展现作品，中营女中时尚造型科学生嘛打扮成各种的角色甲特殊的伪装，以自信的笑容，伫百货楼站展现出学习的成果。嘛显示出学校教学用心。这次非常感谢大圆柏的邀约，结合大圆柏的周年庆，以及万圣节的活动，让我们美容群科还有餐饮群科能够务实致用，再把学校所学能够透过这样实地的演练，能够呈现给大众，让学生了解除了专业的技术之外，我们如何的走入人群，如何行销自己，我想这是我们技术产业最重要的一环。学校即个透过3官校合作，将学习的成果甲各界分享，除了回馈社会，同时嘛提升学生实作能力。即摆甲大运动百货合作，除了验收学生的学习成果，嘛借机会互了解市场的潮流，互学习甲市场脉动会当密切结合。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因复活节位伫台南早期政治甲经济中心的中正路附近，虽然面临都市发展，不过中正路依然保留丰富的人文历史。所以学校为了让学生会当了解在地，特别鼓励因用家己的观点来记录，来找找中正路的人文生活。永和国小历经悠久的文化传承，一直见贤思美为愿景。除了致力学生伫咧课业上的学习以外，嘛注重学童多元兴趣的发展，以落实学生培养自我思考的目标。同时，嘛关心学校周遭文化地景、甲社区发展的变迁。这届发表找出中正路人文生活印记，就是希望会当让学生以家己的观点，发掘中正路的历史过往。因为中正路我们知道它的历史已经变迁了，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学校就坐落在中正路的旁边，所以我们想说，从我们的中正路去了解它的历史，然后回到看学校，然后我们去让学童去关心我们周遭的环境。所以我们的活动呢，有邀请专家学者进来跟孩子介绍中正路的历史。那同时我们也带孩子去做城市的书写，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的观点来记录、来书写那个中正路的历史。这一次呢，我们的课程有透过访谈、记录、街屋速写，还有呢网站地图的制作。相信孩子们在透过这一连串的学习，已经学到了在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些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事物，培养孩子呢能够主动来关怀你身边周遭的人事物，进而培养对在地这块土地的一个感情、文化的情感。学生透过亲身采访店家，透过文字、图画以及制作网站地图等记录的方式，让家己对着生活周遭会当有更加侪认识。该计划嘛，让家长以及学生拢感觉到这个课程真有意义。之前我还是不知道，就是中正路这些的，很像小出百货这些的，它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活动，然后让我去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一些历史。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中正路的历史，还有一些它的背景。
然后也更了解中正路的一些大小事。经过他们这一次，小朋友会在走中正路的时候，他就会跟你分享说，他们好像去到谁，那是谁的家，然后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故事。那我印象中小时候，爸爸他们在讲台南市的就是每一个街道或者是每一条路，似乎都是非常熟悉的。然后现在孩子好像比较不会啊。我们的小时候中正路就是逛街或者是买东西或者是散步的地方，可是对他们来讲好像没有那么深刻啊。经过这一次，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就是你在陪他们走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他们会去讲这里的故事。另外，参加这个课程的学生王聪宁嘛表示，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认识中正路历史甲店家的故事。同时，嘛发现中正路的路面凹凸不平的问题，对着行动不便的人是真无友善。嘛希望更较侪人会当使用社区地图，看因写的册，去了解中正路店家的故事。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担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所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小解客家童谣火焰虫，即摆带大家一边欣赏，一边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琪。小邓老师，客家的文化，无论是在美食、音乐、语言，或是民俗信仰，透过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的介绍，不但让我受益良多，相信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对客家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到客家餐厅呢，至少会点比较到底的客家菜。也听得懂很多客语和客家歌曲，同时了解客家的民俗信仰。係呀，亚段時間啊，正見當時望喺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還有全國各縣市當道嘅朋友對呢啲節目單元嘅傾聽老支持。是啊，真的非常的感謝哦。小鄧老師，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什麼單元呢？今本日好客之家電視學院，喺愛來老觀眾朋友嚟介紹客家童謠。哦，客家童謠，我們的節目真的是老少咸宜耶，不論大人或是小朋友都適合來觀賞、來學習哦。喺今本日我嚟介紹嘅客家童謠係火焰蟲。火焰蟲，老師，我們就開始吧。火焰蟲，吱吱蟲，火焰蟲，吱吱蟲，用桃樹下吊燈籠，用桃樹下吊燈籠，燈籠講照西房，燈籠講照西房，燈籠暗跌落坎，燈籠暗跌落坎，坎下一枚針，坎下一枚針，拈來送觀音，拈來送觀音，觀音面前一條魚，觀音面前一條魚，各到一擔又一箩，各到一擔又一箩。本地你來挨腰磨，本地你來挨腰磨。小鄧老師，這首童謠好有意思哦。可是呢，是什麼意思啊？不是很清楚哎，是不是請小鄧老師幫我們說明一下呢？火焰蟲啊，就是螢火蟲。哦，火焰蟲就是螢火蟲。好繼續哦。火焰蟲，吱吱蟲。就係講呢個螢火蟲啊，係會吱吱咕叫嘅蟲嚟哦。螢火蟲呢是會嘰嘰叫的蟲。用桃樹下吊燈籠，火焰蟲呢陪到了楊梅樹下，就從樹檔吊一盞一盞嘅燈籠供養。螢火蟲呢飛到楊梅樹下的時候，好像是在樹上哦吊了一盞一盞的燈籠一樣。
頂龍講朝西方，就是指講火焰蟲嘅光，照定四面八方當光。萤火蟲的光照着四面八方，很光亮。頂龍暗跌落冚，嘅火焰蟲嘅光啊，照唔到嘅素材。當暗唔đủ好就會跌倒。萤火蟲光線不足的地方呢，一不小心就跌倒了。砍下一枚針，在脖坎下撿到一根针線的針，拈來送觀音。撿到的針拿來送給觀音菩薩。觀音面前一條河。從觀音嘅面前啊，有一叢蒲誒。在觀音菩薩的前面有一叢的稻子，割到一擔又一箩。收割的結果有一擔又一箩的稻子。本地你來我有冇？哇，收割這麼少，送給你了啊，我自己卻沒有了。哇，好有趣的客語童謠，老師，我們再來念一遍吧。好哦。火焰蟲，吱吱蟲，火焰蟲，吱吱蟲，用頭樹下吊燈籠，用頭樹下吊燈籠，燈籠講照西方，燈籠講照西方，燈籠暗跌落冚，燈籠暗跌落冚。砍下一枚針，砍下一枚針，拈來送觀音，拈來送觀音。觀音面前一條河，觀音面前一條河，割到一擔又一箩，割到一擔又一箩。本地你來我有冇？本地你來俺有冇？講定啊，你好下自家天時好緣，見本日就講到了咯。你下愛嗱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哦。下面再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是最份天气，温度20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加阵风9级。感谢收看10月31号中嘉台电视新闻，咱再会。